大家最近有冇留意到戶口多咗錢，或者仲等緊政府嗰份大禮呢？呢排街頭巷尾，茶餘飯後，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財政司司長啱啱公布嗰份財政預算案，尤其是係一班老友記或者攞緊政府津貼嘅朋友，最想知嘅就係今年到底有冇糧派，係雙糧定係半糧，定係直頭無糧呢？今次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呢份2026至2027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入面關於長者生活津貼、生果金，仲有大家最期待嘅半糧派發日期，等大家心入面有個預算，唔使估估下。其實講到2026呢年嘅財政預算案，大家個心都好似吊吊轟咁，因為過去呢幾年香港經濟環境係點，大家都有眼睇。之前2024、2025年嗰陣，政府都仲叫有少少糖派下，雖然話就話係半糧，但起碼都叫做有好過冇。嚟到今年2026年，財政司司長喺宣讀預算案嘅時候，語氣其實係幾沉重嘅。佢提到香港嘅財政儲備已經唔似以前2010幾年嗰陣咁豐厚，加上人口老化，醫療同福利開支好似滾雪球咁越滾越大，所以好多人都擔心今年會唔會連嗰半糧都冇埋。不過大家可以暫時鬆一口氣。根據最新公布嘅消息，政府雖然話要量入為出，但考慮到基層市民同老友記嘅經濟壓力，最終決定今年依然會維持發放額外半個月嘅津貼。冇錯，即係大家口中成日講嘅半糧。呢半個月嘅額外津貼涵蓋咗長者生活津貼、高齡津貼，即係我哋叫開嘅生果金、傷殘津貼，仲有綜援。我知道好多老友記聽到呢度可能心入面會諗，點解唔係雙糧啊？以前好多年都係派雙糧㗎嘛。大家要明白，而家係2026年，政府嘅庫房壓力真係好大，能夠維持到半糧已經係經過好多爭取同考慮。我哋先嚟詳細睇下長者生活津貼。喺2026年度，長者生活津貼已經全面合併咗，唔再分咩高津低津。只要你係年滿65歲嘅香港居民，符合入息同資產限額，就可以申請。而家每個月嘅基本津貼額係大約4000幾蚊，具體數字會隨住通脹調整。如果今年派半糧，意思就係你除咗嗰個月本身應得嘅4000幾蚊之外，政府會額外俾多大約2000幾蚊你。呢2000幾蚊雖然唔係話可以令你大富大貴，但起碼喺呢個物價飛漲嘅2026年，可以幫補下電費、水費，或者飲多幾餐茶，買下補品。講到生果金，即係高齡津貼，呢樣嘢係針對70歲或以上嘅老友記。無論你有錢定無錢，只要係香港人，夠晒70歲就可以攞。而家生果金嘅額度大約係1600幾蚊。同樣地，今年派半糧嘅話，你就會額外收到大約800幾蚊。好多人問，點解生果金唔可以加多啲？其實政府嘅邏輯係，如果你真係經濟有困難，你應該去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或者綜援，嗰度嘅保障會多好多。生果金更多係一份敬老嘅心意，所以個金額相對會細啲。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嚟啦，究竟幾時派？半糧派發日期到底係邊日？根據過往經驗同埋今年財政預算案嘅進度，撥款條例草案通常會喺4月、5月左右喺立法會通過。如果一切順利，政府通常會喺條例通過之後嘅1個月內開始發放呢啲額外款項。所以大家可以預計，大約喺2026年嘅6月到7月期間，呢份半糧就會直接過戶到你個銀行戶口。大家記得要留意自己本銀行簿仔，或者去櫃員機冚下睇下有冇多咗錢。政府一般唔會另外發信通知你，佢會直接將錢打入你平時攞津貼嗰個戶口，非常方便。不過講到呢度，有啲資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。有好多傳聞話今年會派1萬蚊消費券，或者話長者津貼會加碼1倍，呢啲資訊好多時都係誤傳。喺2026年嘅今日，資訊傳播得好快，大家一定要以政府官方公布為準。今年嘅重點係穩中求進，政府好明顯係想縮減開支，所以除咗半糧之外，以前常見嘅電費補貼或者差餉豁免，今年嘅力度都減弱咗好多。呢個亦反映出我哋香港嘅社會保障制度雖然仲喺度，但未來嘅挑戰係好大嘅。
對於一班65歲或者啱啱踏入60歲嘅朋友，你哋可能會問：咁我有冇份呢？如果你係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65歲以上人士，你一定有份。但如果你係60至64歲，領取緊普通綜援或者係因殘疾而領取津貼嘅人士，你同樣會獲得呢半個月嘅額外發放。政府嘅目標係確保最需要幫助嘅一群人可以得到適當嘅支援。好多老友記同我講，而家2026年嘅物價真係好貴，去街市買斤菜都要20幾30蚊，嗰幾千蚊津貼真係啱啱好夠生活。我好明白大家嘅處境，所以呢半糧雖然唔多，但對好多家庭嚟講係好重要嘅及時雨。亦有啲長者會擔心，如果我2026年先啱啱夠歲數申請，咁我仲有冇得攞嗰半糧？通常呢類額外津貼係有一個截數日嘅。如果你喺撥款條例通過嗰日已經係合資格領取緊津貼嘅人士，你就會有份。所以如果你啱啱夠歲數，記得要盡快去社署辦理登記手續，唔好錯過咗呢個機會。我哋再深入討論下，點解政府近年咁鍾意搞半糧而唔係直接加月費？呢個係一個好微妙嘅財政策略。如果政府直接將每個月嘅長者生活津貼加500蚊，呢個係一個經常性開支，即係以後年年都要俾咁多，財政壓力會變成長遠負擔。但如果係派半糧或者雙糧，呢啲屬於非經常性開支，今年有錢就派，出年無錢就可以唔派。所以大家可以睇到政府嘅心態係越嚟越謹慎。喺2026年呢個時間點，香港嘅人口結構已經發生咗好大變化。大概每3個人入面就有一個係65歲以上嘅長者，呢個數字係好驚人嘅。以前政府可以好大方咁派錢，係因為老人家比例相對少，勞動力多，稅收自然多。但而家唔同咗，所以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，呢種派糖嘅模式可能會喺未來幾年慢慢消失，或者變得更加有針對性。講返啲實際嘢，如果有長者朋友到而家都仲未申請任何津貼，但你已經過咗65歲，你需要準備啲咩？首先，你要準備好你嘅入息證明同埋資產證明。2026年嘅資產限額雖然有隨住通脹少少上調，但依然係有一個門檻喺度。如果你住緊嗰間屋係你唯一嘅自住物業，嗰間屋係唔計入資產嘅，呢點大家可以放心。但係你銀行嘅存款、股票或者保險嘅現金價值，呢啲全部都要計。如果超過咗限額，就未必可以申請到長者生活津貼，只能夠等到70歲去攞嗰個唔使資產審查嘅生果金。大家仲要留意一點，就係2026年嘅預算案入面，其實仲有提到一啲關於醫療券嘅優化措施。雖然醫療券同派錢唔同，但佢實實在在可以幫大家省返好多睇醫生、配眼鏡或者睇牙醫嘅錢。政府今年會撥款加強基層醫療，鼓勵長者多啲做身體檢查。其實呢啲福利加加埋埋，都係想大家喺2026年可以生活得好啲。我喺區內同啲老友記傾偈，發現大家最驚嘅唔係有冇半糧派，而係驚個程序太複雜。其實而家社署嘅程序已經簡化咗好多，好多嘢都可以網上搞，或者去辦事處都有職員幫手。如果你擔心自己唔識搞，可以揾屋企後生仔幫手，或者去社區中心揾社工。記得呢啲係你應得嘅權益，唔好因為怕麻煩就唔去申請。關於發放日期，我再同大家強調一次，雖然財政預算案係喺2月底公布，但政府要走程序。首先要過立法會財務委員會，然後要等撥款條例草案3讀通過。通常呢個過程要2到3個月。所以如果你3月、4月見戶口未有錢，千祈唔好急，亦都唔使去社署問點解未派。只要你平時係準時收到津貼嘅，呢份額外嘅錢就一定會喺6、7月左右自動出現喺你戶口。喺2026呢年，我哋亦都要思考一下，除咗依賴政府嘅津貼之外，仲有咩方法可以令退休生活更有保障？政府近年一直推廣緊安老按揭或者公共年金。呢啲都係將資產轉化成穩定現金流嘅方法。雖然對於有啲老人家嚟講，呢啲概念可能比較深，但喺利息高企嘅2026年，了解多啲理財資訊係無壞嘅。另外，大家亦都要警惕一啲騙案。
每逢政府話要派錢，社會上就會出現好多電話騙案或者短信騙案。佢哋會話係社署職員或者銀行職員，話要幫你登記攞伴娘，然後叫你提供銀行戶口號碼、密碼或者叫你冚一啲連結。大家記住，政府派呢啲津貼係自動過戶嘅，唔需要你額外提供任何密碼或者去櫃員機做任何操作。如果有懷疑，第一時間要同屋企人商量，或者打去反詐騙協調中心諮詢。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雖然未至於令每個人都皆大歡喜，但喺目前呢個經濟環境下，維持伴娘已經係一個平衡各方利益嘅做法。大家要明白，香港整體嘅稅基好窄，主要靠地價同稅收，而呢幾年地產市場係點，大家心照啦。所以政府要喺度縮減開支，又要照顧基層，真係唔容易。對於一班領取綜援嘅朋友，今年嘅伴娘同樣係包括咗標準金額嘅額外發放。如果你係一家幾口都領取綜援，咁呢半個月嘅金額加埋落嚟，都可能有一筆唔錯嘅錢，可以幫屋企換件家電或者幫小朋友買啲開學嘢。不過要記住，呢啲錢係一次性嘅，唔係長遠增加，所以理財方面都要小心。講到最後，大家最關心嘅其實就係生存同生活嘅問題。喺2026年，無論政府派唔派錢，我哋都要保持一個積極嘅心態。有老友記同我講，佢攞住生果金同埋嗰伴娘，雖然唔多，但佢會拎少少出嚟買幾本好書，或者去參加一啲社區中心嘅興趣班，令自己生活充實啲。我覺得呢種心態非常好。政府嘅津貼係一個安全網，確保大家唔會冇飯食，但要活得精彩，仲係要靠我哋自己嘅心境。總括嚟講，2026至2027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對於長者同基層人士嚟講，算係一個不過不失嘅結果。雖然無驚喜，但起碼無令大家失望。大家要記住幾個重點：第一，今年依然有伴娘；第二，涵蓋長生活、生果金、綜援、傷殘津貼；第三，預計發放日期係6月到7月；第四，一切自動過戶，唔使重新登記。大家如果仲想了解更多細節，或者想知道自己具體可以攞到幾多錢，其實可以去社署個網站睇下最新嘅津貼金額表。2026年度嘅調整已經列得好清楚。如果你係屬於嗰啲剛好踩界嘅資產水平，更加要留意每一年嘅金額變動，因為呢啲細微嘅變化可能會決定你有冇份領取津貼。我哋亦都要關注一啲小眾但重要嘅資訊，例如如果你係長期居住喺廣東或者福建嘅香港長者，參加咗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，你同樣係可以享有呢份伴娘嘅。政府唔會因為你唔喺香港住就唔俾你，只要你符合計劃嘅資格，錢一樣會打入你指定嘅戶口。呢點對於好多返咗鄉下安老嘅老友記嚟講，係一個好重要嘅定心丸。另外，仲有一個大家可能會忽略嘅點，就係2026年政府對於照顧者津貼嘅一啲優化。如果你家中有長者，而你係全職照顧佢哋嘅人，記得都要留意下照顧者津貼嘅門檻有冇放寬。雖然呢部分未必有直接嘅伴娘派發，但如果能夠成功申請，每個月嘅固定收入增加，對於整個家庭嚟講都係一件好事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2026年，我哋做後輩嘅都要多啲關心身邊嘅長者，幫佢哋睇下銀行戶口，幫佢哋解釋下預算案嘅內容，唔好等佢哋喺街聽到啲假消息而空歡喜一場，或者白擔心。今次預算案嘅討論雖然好多，但歸根究底，大家最希望嘅就係生活穩定。講咗咁耐，我諗大家都對今年嘅津貼資訊有咗好清晰嘅了解，大家唔使再估下，亦都唔使心急。2026年雖然挑戰重重，但只要大家互相扶持，政府嗰份伴娘雖然唔係咩大錢，但代表嘅係社會一份少少嘅關懷。我會繼續幫大家留意住政府嘅最新公告，如果有關於派錢日期嘅具體落實日期，或者有任何加碼嘅消息，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再同大家詳細拆解。大家最近去街市或者同鄰居傾偈嘅時候，可以順便提下佢哋呢啲資訊，等大家都唔好俾嗰啲網上嘅謠言呃到。尤其是係關於2026年派錢日期呢啲搜尋字眼，網上真係好多標題黨，大家睇我呢度嘅資訊就最穩陣。我哋一向都係講事實，講大家最需要知嘅嘢。
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雖然政府嘅財政預算案年年都唔同，有時多糖，有時少糖，但最重要嘅係我哋自己要保重身體，有健康嘅體魄，先可以好好享受呢啲福利。2026年嘅日子話難唔難，話易唔易，只要大家個心定，就乜嘢難關都過到。記得留意6月、7月嘅銀行記錄，嗰份半糧好快就會到手。如果你對自己嘅領取資格仲有任何疑問，或者想我幫你計算下具體可以攞到幾多錢，你可以隨時話我知，我會盡力用最簡單嘅方法幫你分析清楚，等你可以安安心心咁計劃你2026年嘅開支。大家一齊加油，迎接呢個充滿變數但依然有希望嘅2026年。其實講到尾，大家最關心嘅唔單止係嗰幾千蚊，而係政府有冇將我哋老人家嘅福利放喺心入面。喺2026年嘅社會，我哋見到好多政策都喺度變，有啲變好，有啲變差。但長者生活津貼同生果金作為香港社會保障嘅支柱，我相信政府唔會輕易大動干刀。呢半糧雖然比以前少咗，但佢亦都係一種政治信號，代表政府仲係想維持返個社會穩定。大家仲記唔記得2020年、2021年嗰陣，因為疫情政府派得好大方，嗰陣時係特殊情況。而家2026年，社會已經復常，政府嘅手不收緊係預期之內。我哋要學識適應呢種新常態，唔好再幻想會有幾萬蚊現金派發，務實啲睇住呢半糧同埋每個月嘅基本津貼，先係最明智嘅做法。如果有啲老友記覺得而家嘅資產審查太嚴，其實可以留意下2026年有冇一啲新的政策研究。雖然今次預算案未有提到會放寬資產限額，但社會上一直有聲要求提高門檻，以應對通貨膨脹。呢啲係長遠嘅鬥爭，我哋都要持續關注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財政預算案入面嘅資訊量真係好大。我今日同大家講嘅係最直接影響大家荷包嘅部分。至於其他關於醫療、交通、房屋嘅政策，雖然都好重要，但大家最想攞嘅始終係現金。2026年嘅預算案，大家就當係一份合格嘅答卷，唔好有太高期望，自然就唔會有太大落差。我仲想提多一件事，就係關於2026年嘅通脹掛鈎債券I bond或者銀色債券。雖然呢啲唔係直接派錢，但對於有一啲積蓄嘅長者嚟講，呢啲都係政府提供嘅福利之一。如果你有啲閒錢，想抗通脹，除咗等政府派半糧，自己主動去買呢啲低風險嘅投資產品，其實都係幫自己增加收入嘅方法。講咗咁多，希望大家對今年2026年嘅津貼資訊已經了如指掌。記得分享呢啲準確嘅資訊俾身邊嘅老友記，大家一齊明明白白咁領取福利。無論係長者生活津貼、生果金，定係嗰份大家等緊嘅半糧，只要係屬於你嘅，一分錢都唔會少。